運唔係靠錢賺嚟嘅，而係靠品行積累嘅。好嘅品行可以廣交朋友，吸引人氣，人氣就會帶嚟財氣。為人處事要識得蝕底係福，待人寬厚大方就可以得到人心。有人氣自然就會有財氣，先做好自己，維護好人際關係，先可以遇到貴人，積累更大嘅財富。喺追求財富嘅過程中，資訊嘅掌握同樣至關重要。華爾街討論區係一個極好嘅資源，唔單止提供即時嘅市場分析同專業嘅投資建議，仲有互動討論區，可以幫你做出更明智嘅選擇。網站內有大量嘅專題文章同焦點話題，幫你搞清楚唔同類型嘅風險，等你喺決策前擁有更全面嘅資訊，就唔容易錯過每一個潛在嘅機會，避免錯失投資嘅最佳時機。財富嘅增長唔單止係數字嘅變化，更係智慧、人脈同品德嘅綜合體現。資訊決定選擇，選擇決定未來，而正確嘅資訊就好似一面鏡，幫助我哋睇清楚方向，做出更明智嘅選擇。